没错，观众朋友，这下呢，来自山水沙溪，山水沙溪老条版按照乜个苗呢？看两片啦，山、甲、水啊。上摆呢，我去铜锣坑的时节啊，跟里长同我讲，小戴，山甲水两片啦，还有青岛的骨头，从古到到今做得去看。故说，观众朋友，超好嘛，这下会起笔咧。没错，天然两条大海，今日故事就开始嘞。一些从古到到今嘅故事地点，就伫桃园龙潭嘅三角水。一个 Q T 名嘅由来，一塘秋地一流水进入关片，等一下才慢慢的导入讲。这片嘅丘陵台地，是喺台湾外销茶米嘅主要产区。今日为烧鸡嘅骨头，就係先民呢度运送茶米，一步一步行出来嘅茶路哦。哎呦，李总，你下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我起来啦，两个带你个高档下、礼物下、高档下嘅客家，上杯只茶，还有咖啡园，茶具就是咖啡园，咖啡油、茶嘛还有油。个客家当地，所以很多嘅事情。哇，啊，俺哋嘅目标係李家係嘛？礼物在哪？礼物下。哇塞，哦哟，定眼看咯，全部热烈欢迎，全家族都在。哇，真緊熱烈！強哦！剛才你去哦，拜拜。大家好！哇，小太陽 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。喂，阿媽，同你嚟啊，同你嚟啊！哎，好，哎呦，哎，你那位有下山水沙溪啊？等糖酒咯。唐公啊，吼，你对那位嘅骨头啊，吼，还有那山水社区的历史啊，吼，有熟啊？山水下溪，所以落带按照三角水、丹佛老山水啊，两甲村合作下，以前就按照三角水，有行甲一条水嘅，係嘛？哦，一條行就七啦，吼。啊頭甲就會按照反嘅喎，特別元素年代嘅，一片就按照凍跌水，凍跌水就個山大水啊跌下來，叮叮當當，凍跌水，係叫做天甲。天甲，俩天甲，係，個下來天甲呢，就會按照小北行，嗰啲片借洞行，用晒咗係夾咗下，夾咗出行，天甲，天三甲就下期嘅位，三水咩行嘅得咪？台北行，南邊就按照南行，要夾咗下，所以講叫行夾一行嘛，嗬，係按用字，按用算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條。差唔多7條太條嘅啦，七下啦。基本呀吼，咱節目啊吼，從古到到今嘛吼，我請個骨頭啦，啊，你那邊有骨頭嘛？有，我哋邊吼，廿部後輩呢就有骨頭，嗰骨頭吼，你下轉到你下差唔多250年。哎呦，因為我來台主吼，來台主喺清朝時代，是乾隆皇帝嗰種時來到那邊就帶了三檔按照木匠。三兄弟台街搭緊粗料嘅，台街呢帶，後來佢推後來河壩吼，冇將你安全，你搭去橋壩係河壩，哇，後來嘅水啊，真太真乾，樣真全埋，後來樣曬下來，佢來到街邊叫下來啊，行路啊，後來就一推嘛，真起小鬼真好，所以客家就做成，做250年，特別嘅客家吼開茶，上班全部茶葉，摘好要開茶推。開下來，入邊賣山水茶工廠，或者銅鑼坑茶工廠，或者嘅南行嘅出行嘅茶工廠，或者嘅台北行、太港嗰啲茶工廠。所以嗰種時候，前清剛剛啦嗬，所長一國兩國，係人人都開得起啦。禮物嘅祖先喺清朝乾隆30年，就對廣東梅縣來到了發展天機。為到詳細解釋，李太哥連傳承幾下百年嘅族譜都搬出來了。而在禮物龍喜堂後輩嘅一條骨頭，正確嚟講係一條先民喺山上種茶、運茶嘅產業道路。因為大部分都係禮物人哋行，故所呢一般要喊做禮物骨頭。就啲骨頭嘅入口地方，家園發現一件細細件呢，千等一下嘅白宮廟哦。
哎呦，你看起来真久哦。真久，也有150年左右的。我家个建哦，确实淡不了面。本来当太条当茂盛哈，去年风灾，本台风打完嘿，所以也就冇停。现在要中过一条哈。好不有啊？你看你啊，建同嘅榕树啊，落榕树啊，还有乜嘢？还有啲啊石鼓哦，啊，200多年的石鼓，落住上就按铺落去，冇用父母来，冇用乜嘢。真劲呢！按铺啊，哈就漂亮。喺上古土之前，李太哥带领外头用白宫祈求，扑片嚟做得顺利。因为通过一条古土呢，亲家唔系亲好行哦。观众朋友，你还做得举白旗嘛？你看，你家有几电？你看，哦哟，哇，真劲哦，救命哦！理事长，家轻电的比俺韩国的家吼，韩国电呢？你要家按照捏布家，捏布家乜意思？捏布，上班用捏的，大班的捏，对吧？新捏特别新捏26，也係新捏8，他講會裝完來就會摘捏。哦，摘捏再將大班120。你喺度按照好漢家，好漢好漢波啊！日本嘢我做好漢啦哦。對對。即刻嚟揭。好，嚟，好，你上衣。好。我後條件做咩？搬嚟橋。搬嚟橋。哦，好。呢部古土總共有400人扎嘅台牌，行上去差唔多要半點鐘。大家要嗱，唔見呢兩隻樹空空喺山上，應該乃係好好。一條台牌都係250年前先民所做嘅，到今呢還係保存到前好哦。你下行到那邊，我看到咧咖啡樹這條邊咧，係對。哦，很厲害，還有咧咖啡樹做嘅啊，係，你就嗰邊砍下來。斬下來，按用上嘅嗬，因為樹誒種10多年嚟，長太我斷係佢長果，我斷係俾插順嗬，我搭頭都斷係，斷係插順因為打咖啡，很神奇啊！用位置古多嘅筍條啊，種咖啡，老代全部係果子嘅。哇！後來10多年前啊，去到故鄉農會嘅朋友王先生，佢屋下種咖啡，佢就講乜嘢叫咖啡有冇？有，佢就抬嚟買320條嚟種。條前有人啊，跟我來，乜個名？哦，李貴榮，貴榮，來到銀富卡吼，嗰兩條古土筍條很多咖啡啊，你爸爸種誒，你咧負責乜嘅？你採收好，脫殼好，我就帶轉去。因為啲咖啡唔係個特都會清淨。哦。咩有蛀蟲，咩有咩蟲嘅食過誒，踢過誒，呢條，所以我要再挑好以後，我再去烘焙。當大家講到清歡喜嘅時節，以前當種茶嘅阿婆都可以落山來歇困。佢講啊，一條古土啊，佢行千多呢。生意哦，天行哦。我頭尾開貨攤騎樹嘅就好。有樣冇樣啊？很厲害呢。50人嘅。哎呦，20人車就要70、80人車。啊，你落條擺，然後開乜嘅？開貨攤啊？開貨攤騎樹嘅，開茶。一條禮物古土喺山腳下同喺山頂上茶園嘅山入土路，因為種嘢當中呢係有人家嘅帶，有產業，故所呢除咗運茶以外，茶農每位開刀嘅生活物資，比如講煮嘅飼料、番薯、火炭料豆來傳導嘅愛水。好，我哋呢繼續留話題，轉到咖啡嘅神湯。咖啡嘅話，你唔算高山咖啡啦，因為越高山它果酸味會比較重。哎呦，得到資訊咯。對啊，越咖啡果酸味沒那麼重，反而很符合我們台灣人喝的。我們台灣人大部分不喜歡喝有帶酸的，但還是會有微酸。因為它都是阿拉比卡的樹。對，阿拉比卡。對，它是低咖啡因的。古土兩片樹嘅山葉變化真極狀神奇。特別呢片種嘅呢，都會加咩水里兩條果子，一下呢揾種咖啡料。呢部兩之外，種咖啡、賣咖啡已經10年了。古土咖啡也悄悄地喺龍潭打出好名聲。哇，這個咖啡香味啊，是屬於中間的，不會說太濃的，是清香的那種咖啡的味道。Q 米清後。哎呀！
中间安嘛？喂，是嘛？洪志雄，洪志雄。卖啊！我咧，你要买我就来啦。对啊。哎，我反正条来咧。这边做长两期，我开专办工厂啊。大下游工厂。有，哎，三水茶工厂阿高角。这个咖啡香味啊，哈，是属于中间的，不会说太浓的，是清香的那种咖啡的米头。Q 米今后，哎，后来会有口齿留香哦，口齿留香，对啊，我有共同信号哦。那米头啊，油脂不是说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苦味呢，不会到就是烧焦的那种苦，就微微淡淡的。哎，很会烘哦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回甘的程度很棒，因为你下去之后大概5秒钟之后，它就告诉你了。我哋嘅主持人嘉源，除咗好客山以外，咪親好啉咖啡哦。古拖咖啡啉起過後呢，嘉源咪上去點一下，來表現一下最流行嘅速泡咖啡，來交流一下。这个。它的这个苦味就比较偏焦的那种味道，对不对？回甘是某按斗嘞，没错，哎嘛，咖啡没有说哎你的特别好，还是我的会特别好，就是呢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。对。还有小戴这数你听哦，冲泡这个咖啡，又香又干又好喝哈。是。喺大家大嘴股當中呢，夾嘅奶嘅李桂榮老藝哋講。你講唔係夾把，你入邊種咖啡，佢係真見唔見啊！自家後背就有一條100年嘅古土。哦，咖啡店喺度，我繼續趕路了。哎，阿爸，哎呀，很健康哦，很按價呢。做得行哦，做得行啊。因為你啊，從細年就行我哋嚇。哎呦，今年75歲。古叔，你講你腿牌做亮片啊，吼，熊善用係嘛？上下做咩保護了動物，唔好水大係。哦，啲，兩眼人骨頭青豆係愛用嘅，你係仙人哦，非常嘅厲害。你看你按睇隻石骨，200斤哦。撞上來嗬。唔係，你係咪係撞上來？係哦。哇，愛吃到啊，吼，肉條擺黑鋼眼睛金，厲害哦。大沙通你硬頸啊！唔看按睇石骨都撞上來。哇，太厲害啊！哇！根本嘅節目啊，吼，有一隻蛙咧啊！當時啲啊，吼，茶葉都切到嘢嗬，做嘢白嘅嘢嗬。我呢家嘅茶葉很太哦。先快，偷啊，咁。哇！新鮮茶的味道。回甘乾過老咖啡猛通用呢，比較直接，進去出來，他馬上告訴你回甘了。呢部古土嘅重點呢，就係一櫃太片嘅茶葉。李太哥和細時節，年年都會行一條路以種牛種茶，而長線太胖就會轉做包種茶，也就係挺有名嘅涼產茶。一下因為市場價勢嘅關係，李太哥未開始種東方美人茶了。你看做些來了，哇！來行到條線。然後來，幹嘛？就起那頭啊，唱上了歌啦，可以吧？很好嘅，係咪錯？大家同時都嚟表下來啊，好唔好？結棍了。吃茶先要扮小人，從頭本小茶都落多強，阿妹上來黑暗講，從頭冇比喻偏多強。個大嘴骨真厲害哦！大嘴骨啊！那英文叫做 rap 啊，饒舌，還是吃茶。他感染你。大家老嘅摸拿下來啊，哦，摸嘅面都摸寬到。哎呦，大家同你講講，有獎哦，細妹很獎啊。俺問你啊，你個茶葉按到嘅細做得做啊？你喺做乜嘅細？上東時節摘茶就開茶嚟啦。開茶嘅。平時茶摘得就產錯，
产草啊。哦，故说几年土地会做些？做几年就会在农民就会用啦。还有俺过去来到那边，平常时啊吼，摘菜洗麦啊吼，是了的时间啊吼，会做嘛个洗？头半年还头半时都还是做剪草啊。啊，今年你看了肥啦，那还炸卡。炸卡吼，你们还嘛个炒卡，哦，你们讲炒卡。他们讲啊吼，俺那个茶叶啊吼，用野板做的是用不按用。这边两边偏的头上的面当伊，全部了天下全部用野，韩国墙面，我打那个野板来拜拜，你下时间就冇，我等3-4年个哈，墙面的时间就真多哈。困唔到，啊吃得到嘛？吃得到。来野板在那边，来，哎呀！呀，野板底部有乜干呢？你先。开布。野板底部有乜干呢？豆腐干。野板底部有乜干呢？猪肉。野板底部含有乜干呢？香菇。野板底部含有乜干？香葱。好。香葱有啊？有，那么小啊，炒那么小啊。你行俺问大家嘞，俺做的是嘛？做的。因为茶颜是个野板哦，皮粉没供养哈。日上书啊。啊，都野不是野板。哦，好吃呢。肥胖胖。肥胖胖啊。唔信用啊。哎，你是饶舌歌手系嘛？肥胖胖冇信你真啊。啲茶园地杯建设野板，见到大家大在鼓，食材很快乐。龙潭台地因为野嘅奶呢，大部分都係紅泥、土質酸，冇適合種其他嘅農產。不過呢，因為排水性好，再加上呢片氣候多雨多蒙沙鹽，點都適合茶樹嘅生長。下面為咗順應環境，就利用野嘅特性，創造龍潭市地方嘅茶米用景。喺全盛嘅時期，呢片有60萬嘅茶米工廠哦。观众朋友，你还知影俺男子汉的世界嘞？好，好啦，你下呢俺那个炸卡这条味嘞？哎，好，超卡嘛做得吼，来，因为啊吼，俺啊吼，泡骨头啊泡到青豆嘞，你啊吼超卡。OK， 冇问题嘞啦。冇问题啊。哎呀，李长还去看啦，好，该出去啊，该出去啊。好啊，来啊，来，用到蛋糕，系嘛？哎呦。哦，哎呦，总过一，我掐起来哦，加油来，1、2、3，来，掐上架。學嘅按度攝嘅全部教到錢，假如一下真嘅冇響用，變做專家了。今年因為我哋來片撲片呢，村民呢還單單以前早年去山上種茶嘅時節，順路飲茶位嘅草卡，來幫家園辛苦一下。開起草卡，一下家園行去樓家下大家摘嘅茶葉，開到山腳下游。幾多斤啊？當一只差不多60公斤啊，矮就是60公斤嘞，抬矮这个重量。我们摄影師嘛，清辛苦啊！呀，一個攝影師叫阿威，掛開上架，上架係嘛？喂，是嘛？吳師兄，賣啊120斤啊，我這賣幾多錢啊？賣1000個球的哦，1000個球係嘛？好啊，那你呢？然後就 say goodbye，拿去賣嘞。好，拿去賣啊！賣了才賺1000多。我睇到你賺完了去哦，賺完了。哎呀，蛋糕有人熟嘛？有啦，但我有茶工廠。太茶工廠。冇人啊？有啦，炸個上去茶工廠慢看到。太功夫這蛋糕啊！好嘞，你要買我轉來啦。對啊。哎，我反正條來嘞。在邊所長2期我開轉翻工廠啊。大廈有工廠。有3水茶工廠。哎，3水茶工廠，個加2個。哎，加條我都。李總來，你聽下那片。哦，你還問你啦？哎嘛，有辦法嘛？愛吃啊！你吃啊！那邊嘅價錢啊好，南行價錢好，行價錢好。啊上架嚟啊，下架，上架，哎，太高。下架我嗌啲南行乜價2個。哦，13000，觀眾朋友，多嘛？好嘞，行蠻多啊，這行啊，帶下用多。呢啲啊呢，我留大家講一個小秘密。
头摆龙潭这边嘅茶叶啊，就从野下嘅起火供应，假使年日都喺一边。那边嘅茶厂所谓假使较高，茶农呢就开到几片义卖。也方面大行也冇做係嘅泰國所示範嘅啊，就係當年開茶最標準嘅動作哦。哎，開歸隊了，拍手！哇，好，用好了。哎呦，打赤腳嘅干夠用滿啊，較好行啊。好啊。你下立馬吼搞本嘢啊，你下呢挨咗自駕吼體驗，開下去後都得去買茶嘛吼，還要做啲轉去嘅禮物。大家用當茶片，咁自然我嚟開茶，實在係嘅好後生嘅喲。搶起呢，上山輕簡單，下山啊難哦。腰都冇力嚟了，喂，哦！我講過後300吼，搶贏他啦，破紀錄300張多誒。300張多，一桌10個人，3000人。第2擺，看落成。哎呦，落成。第1擺就嗌太太81大壽。81大壽。第3擺是百年歸壽。300多年子孫，沒有人可以破他記錄。腰都冇力嚟了，喂，好恐怖哦！剛剛，哇，那奶路啊，青發咧，吼，可能然後個落雨的時節啊，吼，哇，要行清架，因為啊，就像溜滑梯咁樣，係溜下去咧，哇，要有蟲哦！一下大家應該第一家下嘅位泰國，用白愛摩作鞋開茶好。因為摩作鞋呢行起來較穩範，就每種家園按樣有作鞋行到千萬要千條哦。觀眾朋友啊，莫話到我哋節目係間接做效果嘅哦，家園呢係實在從路頭擺供應，開入60公斤嘅茶葉，行差唔多半點鐘嘅古土，爭落茶葉開到山腳下嘅哦。觀眾朋友。係多咧，後邊嘛個龍系統啊，你下單茶嗬，製作的拿出去賣咧，成功。大家看呐，假如呐去到未死了，喂，他真作條誒，係要哪個一條古土去行呢？起點就啲山丹國嘅太白行。哎，李長，你下行多了不做乜解啊？都太廣闊，太廣闊哦！在以前就是在整片山都是做茶葉，像這些茶工廠，風景很優美，可以觀望那個中央山脈，遠山近水哦，風景優美。李總，啊，你下邊有乜解茶？東方美人紅茶，還有龍泉茶。當地的環境是紅土又有霧氣，是這種龍泉茶。中點來啦，古厝的奶，古厝啲入邊。哎呦呀，叫你一看咯，咁樣。家下啲禮物古土嘅時節，李太國有講到，呢龍潭青島茶廠地區有一間係位在山東鄉嘅太港木茶廠，也就係野下家園來到嘅位所。太港木係廣家老木嘅舊名嘅，於1883年起嘅，當年。廣家嘅祖先呢，對廣東梅縣使到呢片嚟發展，好茶米賺嚟1000多錢。喺發展咗公司起落嘅同時，未留下一間清油派頭嘅貨房哦。做得起地杯嘛？做得，保養。夾來哦。哦，很強呢！你看左相房，右相房，還個鳳轉做嘅呢。鳳轉是我祖先哦，當初請太六師傅，現場用鳳土。去油廠去寫位，我哋地方哦，做起祖先係有智慧啦哦，像地理形象嚟看，看條地方做對咯，坐北朝南，東南下涼。第一點哦，呢一片哦產水性多，所以地理上看過咧，地理做對，看旁順，左右全部有產水。呢就係多啲8公年咧，8公年，清舊嘅啊，清舊咯。故說你看個屋頂啊，土地沒有修過啊，都是有修補啲的，921啊冇馬上跳。
啊代表嘛，该那个肉条摆师傅嘅做工清好啦。俺哋嘅客家人嘅老祖先啊，吼，祖传过来啊，吼，嘅压舱石。超，也就泉州白石。哇，你还有刻过系哎，冇？那全部手工艺大的哦。其中呢，东梁有冇？该书的啊，全部大汉时代还一棵神木，所有的书的一条天哦，一条神木哦，切下来的哦，看到你上边冇？有两条黄的冇？该鲤鱼样的冇？看到咧。对于客家建筑来讲，其希望就李耀龙门啊，有一个成语嘛，李耀龙。鲤鱼耀龙。哎，李耀龙门。天一点有看到东方当地该冇？人家今日喺度港府拜访的时，喺落水前啊，是台南时代代。它是迎宾的作用，所以现在老祖宗的智慧哈，经典了。啊，你这行一下，你行一拜啊，不是低头，容易嘞，行论地位，真不是哎哈。好啦，过来第三点嘛，第三点嘛该。第三点是你啊落福嘅东方水嘅祖先牌位，落水田是唔会像人叫子的。啊，经典呢，鲤鱼耀龙门。哦，还有个对客人很尊重，替底不会直接唔会嘟嘟意，哦，还有替中央的这些矮人嘅祖先啊，哦，不会哭啊，有意思。做起出呢一片吼，全部靠茶米种甘的，我太太叫5个来的吼，5个来全部清香清饮整做些，港茶的，港甘的，哦，上海喺有限的时，人咧结婚做埋去都。拱桥诶，哎，拱桥你讲司机讲可以好，甲主人去上机么？有风包哦，你做的专业，纯的专业要买去铜锣街嗰边。还有一部分就来做了不？我讲不好300吼，抢人客啊，破纪录300张桌诶，300张桌，一桌10个人，3000人，风光哦，你做比落一不月全部谈过哦。要选举系嘛？没，第2摆。落成，哎呦，落成，第1摆就我太太81大寿，81大寿，第3摆是百年归寿，100年归寿，300多年子孙，没有人可以破下纪录。哦，看到太港府嘅规模，就做得想到當年家太業太嘅情形。目前江家後台呢，都係喺度兩片，未限地做茶，同時未利用茶葉來轉型開傳統。多元化來經營發展哦。冇錯，講太多，你呢下吹同啲講松來了。我成出茶看啦，好唔好？出龍潭有名嘅龍潭包種茶，你係種係水龍潭嘅胖紅茶。胖紅茶。用做冇咁樣嘅，胖紅茶就發酵較重，味道較重嘅，香港啊嗬。龍泉包種，你睇味道啊，嗬就淡雅暗用。清淡嘅哦，厲害嘅。啊，還有啊。講那個，糖講啊吼，你傳糖係泥嘅嘛吼，啊泥嘅佢嘅傳糖啊吼，係看嘅內部結構，清白，然後一般 Q 嘅傳糖冇 Q 用嘅吼。你啊傳糖頭擺日本時代就是茶工廠做茶，哇！我 TC 都係做茶嘛吼，到我爸第3輩就是轉型啦。啊，做到半年後來出翻啲地方啊，做客家菜啦，啊做到茶餐料理，喺做起底呢片成日辛苦哦，係喲，出門全部喺行路哦，冇茶嘅哦，所以呢片古咗呢片青島古道。唐講啊吼，港府可唔可以有一條骨頭啊？依家古道，頭班像茶米做好咗嘛，阿公啦，全部開茶開到太海意啊。啊，你有行過呢骨頭嘛？做生意而家有啦，10年時間。啊，從喺街坊阿公咩突然行啊，要全部去行啊。幾多時間？我計可能4-5天咯，聽日行去楊梅啦，喺龍潭啦，行去太海，全部有行過。看到大條骨頭啊，吼，有大條骨頭自己家嘅特色啦，吼，基本上吼，港府啊，會不會嘅骨頭呢？直接嘅賣茶啦，吼，每個地方都有特色，尤其我們三泉有很多古道，因為是農莊啦，你看矮人西沙，吼，坐到了不一樣，肚臍搖哦，不說了下這些矮人嘅享受時間咯。茶薰機啊，茶薰機嘛，味道冇咁樣哦，改變一下口味哦。係啊，那蛋糕還有個茶米啊，茶米，江家經營嘅傳統，除咗賣傳統嘅客家菜以外，未有研發新嘅菜式，用茶米來做菜。就算進行經營，祖先留下來嘅老本業，係得繼續做下去，冇薄踢。電刀呢變咗江家傳統最大嘅特色。家下江太哥講到嘅骨頭呢，
也就會留涼糖嘅茶米運到太海嘅潤茶古土，就會挨到今本日去燒嘅另外一個主角，全長有7公里。唔過呢，因為江太哥嘅全長千無限，故所以請假嘅叔伯阿哥來帶挨到去。一來攞兩片冇空用，平常時然後蛋糕係有糖號，左右兩邊有家訓。你副卡家訓冇空用啊？哦，你係咩家訓啊？你賣場啊，吼，係去個泰國民族教嘅時節吼，了嘅時節啊，看到當好嘅客家嘅文化嘅就，吼，連做啲俚語吼，一枝花團結絲啦，嚇，你四枝花團四結絲。你像來頭一梅艷彩線，兩人土棚相好絲，哦，嚇。三面奇牛牛毛角，草木東昂有一啥？有一啥？好，這兩邊開始，好來哦。來條熱米鹽在鹹，就兩開始。嗆一下個嗆油哦，嗆啊！有樣呢，你看鹽呐，吼，這鹽。下是鹹嘛，哈，鹹來條嘛，你歷史嘅來條，哦，你在下邊就變成嗆。哦，我哋再就不愛了。哦，兩人。土棚上河絲，係啊，西安按用講啊，河絲，兩三年啊，草，搶草，你看兩三年嘛，2個人，好不好？然後土嘛，好，來到兩片了，3人騎牛毛角，所以呢個，大概3個人啊，對嘞。江太哥，第二片還有一條漏口，係嗎？那走鐵漏口，有沒有？我們攝影師攝製組要小心哦。哦，輕難行哦。這個上不去了，都沒行了，沒這樣了。硬走啊！我們要看看，我們到底可以走到什麼樣的程度。都好。3人騎牛毛角，大概3個人啊，對嘞，鳳茶的鳳啊，你看3然後一個人，哦，牛沒有角，哎呦，哦，帶下這個鳳，啊，兩隻對嘞，茶嘞，係嘛？草木中央有一人，茶蜜的茶，那就享受鳳茶。江太哥的叔伯阿哥係位專業嘅茶農。一下呢，除咗種少量嘅涼茶茶以外，最大眾嘅係喺一下市場價值最好嘅東方名人茶，也就係碰風茶為主。其中嘅碰風茶呢，直接喺涼壇體系嘅比賽當中得到冠軍咯。因為啊，吼，個碰風茶就是價值清厚的茶，吼，故說你看小綠葉蟬都變黃金嘞，係嘛？很厲害哦，用會黃金色誒。哦，你像我哋下期吼去做啲碰風茶，東方美人茶，吼，就講感謝啲個小綠葉蟬啦，吼，啊，本身我哋從90年到呢下吼，我哋下期嘅幾名茶農去比賽碰風茶，當然啲頭人真係好，全個咧吼都拿當好嘅成績，吼，每天等出頭電吼，喺茶一件就賣20萬吼，啊賣當好價。佢當然做碰風茶前嘅時間，我哋兩位就做個北宮咁嘅四季服吼，做新嘅拜嘅時間，做做碰風茶前夕嘅時間，我去北宮嚟做祈求嘅儀式。個茶農咁樣以前去拜託北宮講，做碰風茶嘅時候，當到咧小綠葉蟬來當係幫忙嚟識下茶，幫嚟做出當好嘅品質嘅碰風茶。啊，北宮咪當批准我哋茶農嗬，啊按當然嚟做出嚟成績當好。所以我哋感謝我哋北宮農嘅小綠葉蟬嘅幫忙，啊就讓啲就小綠葉蟬啊就取名叫我哋北宮嘅黃金蟬。還有啲下可以有下個打油詩啊，讓咱個北鄉嘅客吼，直接互動來比了解講咧菜地嘅產業去忙嗰些，啊摸摸頭啦哈，萬事不用愁啦哈，摸摸背哈，榮華又富貴，啊摸摸腳招財又進寶哈，就講借由咧小綠葉蟬讓北宮嘅嘅名氣嚟打響我哋地方嘅社區嘅產業。你啊，啥物吼，淡薄從去用金鋪去撲起來，係黃金哦，你看唔咩哈，那些發達多錢去做嘅，你唔咩，尤其天天啊天天啊。哎呦，冇想到蛋糕都係金箔呢哈，哇！
讲那个，古说你对那个北宫黄金蝉有感情的哈。大家都知，碰风茶食起来有碰糖嘅香味，有果子嘅香味，就会因为本一种猛嘅出现过后嘅功劳。目前未担任沙溪发展协会理事长嘅江正平，就留沙溪产业、留观光业来结合，同时未喺过程当中传承客家文化。另外，我哋台北行吼，咧沙溪啊，我哋都還有維持咧，因為客家人最早嘅拜神嘅祭祀儀式吼，就按北宮嘅四季服，春季就當秋啦啦，秋啦，二月二啊嚇，四月八，8月2吼，8月2，過就按兩個24節氣啊，冬至概念吼，概念。就俩4月做俩四季四季风。哦，一年有4季，古时候做祭拜的意思，哎呦，做祭拜一样的土地公的祭祀活动。春季的祭祀就希望春天的个农作能很顺利，顺便来弄两北宫来葬礼的仪式哈。那4月8的时间就差不多天下小暖的哈。除了真的是无尾啦、出丑啦、试胚啦，好咧，懂得很平常的树瓜这样的东西，就来说4月8。个到来就俩8月2哈，就做秋季的祭祀，那样的无尾啦、个树成好的落草的，那就感谢北宫的庇佑咧，按顺时，8月平安节吼。客家人最重视的就祭样的祭祀，譬如搭戏台，来做戏来酬谢北宫。那冬至今日呢，按照客家人吼，会很懂感恩两个天地万物同的哈，按照牛让按讲中贵人当辛苦，所以按照客家人当2日的，两个牛的生日的。乜解啊？叫牛的生日啊？系啊，客家人的牛的生日就係24節氣冬至今日。冬至啊，哇！冬至2日呢，就按照牛的生日，跟就按客家人吼當個感恩吼，就按做板的是做板正做板的時間，不就因為風色的嘛，就哈，個牛角吼，個兩隻嘅地方出來做，知道牛角生日。表奶，個尖的地方，兩邊山，表兩邊山啦，啊，就嚟祝壽意思啦。早期土族廟客家莊頭直接看到嘅四季服，因為工商社會嘅快速變遷，常常本人唔記得咧。呢下呢？完整地台北行沙溪保留下來。江正平希望，也屬於客家人嘅宗教民俗法統，做得對了重新開始，進一步來發展狀態。好，平常係乾芫茶過後，應該出發去體驗全長7公里嘅芫茶古土了。看到咧，講那個，跟住開茶嘅路路啊，真正係路路呢，觀眾朋友看一下。講那個，你行過去咧，行到那片啊？行到就接到嗰兩個東北樣嘅點嘅分馬路嘛，馬路就過去就會到嘅，你喺當中人看夜景咧，賣咖啡食咖啡嘅地方。哦，同啲嘅咖啡廳嘛，所以看到101嘅片。天時好就看到101。哦，基本上冇辦法啦，吼，101啊，吼。天時冇好就看唔到。哦，7公里，慢慢行，嗰啲行跳，吼。行跳。來。哇，講那個，你那邊還有一條路橋，係冇？你做起路橋。啊，你還冇輕鬆人行哦。你冇行嗰個路行唔得咧，就兩隻行都行邊，上去就行唔得咧。轉過來，觀眾朋友，你行唔得咧，要用板咧，你看，然後上山又帶走啦，就唔是自己走了啊。拍過來啊！好，講那個，你搞本嘢啊，你行條線啊？哦，行啊，生意對行，旁邊你行啊。用咩大擺都按用咧，行到啲很難行嘅路咧，嗬。咁條生意啊，關千都冇人行咧。有沒有？我們攝影師攝製組要小心哦。從顧高都緊啊，吼，哪啲節目啊，努力請啊6路。哦，想跳過。誰？你即想跳過嘅，嗱你用那個短的用木頭有冇咧？嘅樹光嘅底下，夾嘅嘛，短的去，也可以燉奶有沒有？係啊，燉奶。那就讓你穿嚟行。看，行上去咯，呢啲行。你拍過嚟。有冇？唔該啦，嗌靚啦，嗬，拍到青島嘅古土啊，
铁位穿的嘛，该这俩，你看那沙条啊，吼，铺的个肉路啊，吼，俩土地有个证明的，土地坤到的。好，石头上啊，蛋狗土地黑呢。哦，啊，倒了尾就用石头去贴的就无嘛，黑地嘛吼，黑地你像你海只个石头去摆的吼。观众朋友，看俺的皮孔，因为呢，上家都皮孔，哦，真正的意思。嘿，当正的意思。好，行个生意的哈。经营哦，生意哦。来，然后这行到某路的时节就停下来，好嘛？哦。哇，那底部嘛该输啊？跳，输的插输的啊。插输的哦。跳过全部茶叶啊。哇，肉条摆迄茶叶，加土地迄插输，那经营很难想象的，跟肉条摆。这个全部拖啊床，全部放在茶叶。这个一层一层。你两啊。讲真听讲，太平行嘅茶叶最早对清朝时代就开始，这样时外销嘅生意当好，做得讲每一家人都有种茶。1990年过後，受到中南部果山茶嘅衝擊，市場越來越細，太平行嘅茶葉就漸漸荒脫了，實在很打傷。就特別讓你端的那種茶哈，就端啊種。冇錯，好，來建議地位看一下，有啦。你是端的嘛？個肉骨硬硬大端的，但是端的。一端。哎呦，那片昆松魚啊，吼，就是經營咧。全部都殺出嚟。放個多年的，多年的哈，條件還有路嘛？這行很爽啊，行很爽哦。好，鏡頭不要再退了，你下去就懸崖了，好不好？來咯，我們今天真的是沒有插防蚊液的，好，先這樣，最自然，啊，這樣爽。哎，小心，攝影師小心，我們把這頭讓你小心避一下。好，來，請上去啊，我會隨時進入。哦，到了位就放個魚嘅，那扁的魚嘅，嗬，落去扁的魚，哇，看唔到咧。哦，有種人都感覺透過祖先開茶嘅時節，嗬，當辛苦嘅歷史遺跡咁嘅軌跡去看得到，透過你行路上辛苦，這條一般唔像。真嘅，當主持。好，現在呢，鏡頭拍我拉背，我直接幫大家配 OS。看兩片，哎呦，有門誒，嘉雲啊，今晡你看到迄兩條骨頭呢？真經迄肉條擺，客家先民開茶行嘅骨頭，啲下冇路咧，你連用啥呢？就起條兩片，慢慢一困，天天一困，困有乜嘅東西，自然有咧。大家遠啊，愛學藝，你學唱調誒，藝看嗬，藝來好啦。呢邊嘅茶葉差唔多係20年前放脫嘅。一講到遠茶古土呢，佢放脫嘅時間啊就限卡咗。民國60年代，龍潭到太海嘅公路開通，遠茶嘅古土啊就千少年行嘅，所以來呢已經放脫近40年了。OK， 呢下呢從古到今呢，嘉雲還有藝人嘅攝影師，還有嘅無良嘛吼，呢下無良嘛吼，管銀兩，哦管銀兩。哪里呢？该的送去哦，探险呢，来。每一集同梯有暗涌的路啦，因为穿到暗斗呢。我们开一条路给那这么上去，你还怎么上去啊？上不去嘛，唔怕。生意都有。哦，生意。唔你就倒。哎呀，唔会用倒的啊，吼，要好一下，唔会。哦，真难行哦。这个上不去了，都冇行了，危险了。危险没嘛？硬走啊！我们要看看我们到底可以走到什么样的程度。都好，来镜头，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阵非常混乱的画面？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我看我们真的没办法上去了，要下落雨了啊哈！还有呢，你看那带下同啲迄奶啊，你看俺起咧，然后就清袂响，巴巴的，爽唔得，扣呢，然后爽唔得咧，观众朋友排水，有冇呀哈？俺咧骨头呢，扣呢制作的，这很多料片嘞哈。别拿到这，好滑，这样滑很危险。全長7公里嘅遠茶古土，前大上行到咧就斷鐵咧。早期嘅龍潭茶就會對咧運到太海上船呢，再經過太行海嘅水路送啲淡水出口嘅。雖然一下嘅茶葉用嘅冇錯嘅，唔過呢
江正平几年前带领大家来转型农村再造，一下呢变做非常有特色嘅富里农村。尤其係先民种茶所开垦嘅台田，更加变做水土保持最好嘅教室。个水土保持，然后全台湾土地都会做的啊。鸦片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啊？早期我俩不按照是一个红土台地啊，但还会有一层的青灰岩哦。青灰岩它本来哈，摸到水的时间就硬硬啊哈。硬硬。到水就不会吸水，也很会滑动的。然后造成这边属于是一个地滑带。民国90年那年代，然后发生了在那里台风，造成下大雨非常严重。那我这大北坑在早期都一直配合政府在做这个水土保持设施的工作。但那年的发生之后，居民真正能深刻体验到说做水土保持的重要性。其他坑那肯定就很严重了，甚至交通什么都不能动。那甚至造成他们生活上非常严重的一些灾害。然后在民国85年，这个水土保持局从这个区块，它这个变做一个水土保持的户外教室。安样嘅水土保持工作，唔但淨係運用高科技，而且還結合客家先民嘅智慧留技能。一層一層到落水嘅時節，嘅水會漸流下來。如果喺冇做一樣嘅短嘅時間，水會後背走嘛。隨便走。樣做按這段時間，等到再做落去，嘅水多了，水會倒起來。嘅水在停留喺地表面，時間久咧，佢就會內邊就會吸水嘛。就這水就會保存，會保存。保存就帶下。嘅配料咧，慢慢存在去，本來茶樹是多，然後種嘅茶樹會較強較好，水分會較多。搭層然後中間土地有個沙包，故說沙包係水土保持最重要的一環。嗰做起按照祖先最早一個水土保持一種概念，一種方法。但都好多嘅水就唔係後背走，落水嘅時陣就落水嘅泥就唔會下下來，唔會流下來。相對咧，佢講嘅就沙包就空啊，有空，它就空可以很生態啊，佢用嗰蟋蟀啦、小蛇啦，這個又是屬於生態面，又可以進入到生態面啊，你看，你這落嘅啊，看了土是低的啊。係啊，你就橫向溝嘛，該縱向溝嘛。縱向排水溝。該縱向排水溝咯，橫向排水溝，這口就叫進水池嘛。水進從進海裡嘛，進就進壓，都該會跌下去咧，佢就會消能，然後你就唔會讓下杯嘅土地重排去啊。那跌水係乜嘅 drop structure？ 跌水就咁樣啦，讓水體跌倒嘛，看到嗎？鴉片哦，落葉時節啊，那就走太水，從阿姨。古到來到鴉片嘅排水溝有一隻池子，筆筒啊，細隻嘅筆筒，我就跌水，跌下去，跌下去就消能嘛，就力量就滿胎啊。還有啊，你看你啊，縱向嘅排水溝啊，用沙條啊，踏起來，故說個水就唔會按胎，個水沖的力量啊就比較小。民國60年代開始，水土保持局就先聽台北縣鴉片進行查驗水保嘅工作，40年下來，變咗全台灣最好嘅水土保持典範。呢兩年還保留一條羅茶樹，係全台灣目前存嘅4條羅茶樹之一咯。哇塞，講呢個白國西像白西，你有冇學過啊？嗬，佢啱之前都鴉片是行哪走？哇！所以你就經過專家鑑定過去來去北海浪嘅。在台灣嚟講，上百年的茶樹就很少了。像全台灣來做第一種陽明山還有一棵療癒條，還有在日月潭該附近的潭溝有一條，嗰條我冇看過啦。係看過去嘅去梅山嘉義梅山嘅樹嘅路途上還有一棵也是老茶樹，就3頭而已。我看過我這個聽眾有4顆了，我看過3顆了。佢說你茶王之鴉片哦，看到你們江家累到了，就很呆哦，就變成像我的社區像鎮山之寶一樣哈，那這種他也是看到我的兩個地方的茶的興衰史，我們有興旺的時間，有落寞的時間，起起落落，它也可以見證我們這個產業的一個興衰啦。這地方一時嘅龍潭茶。在社會環境嘅變遷之下，漸漸嘅行業歷史嘅。唔過台北縣嘅居民冇打算本一段歷史就安樣本人唔記得，佢哋希望第一代土地當中用新嘅思維、新嘅方法，本台北嘅地方重建，
也个唔係像係長古教多前體。